那配合头一届进行政党协商，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当面沟通，会后也做伙提出4点声明。不过外界也伫咧关心，在野上介强的总统人选是由什么人来出线？因两个人是强调讲会赶紧找好友期来讨论。那民进党是即期南北两党协商是伫咧做政治利益伫咧遐分，做互中国欢喜尔。 阿秋第二，南北顶开头一摆政党协商4大共同声明，要进行台湾第3波民调改革，中华人员政策等未来发展共识，强化国会功能。总统应该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，国会协助上大化，两党互相支援，也过外界上关注的，也是在野上强总统候选人安全产生。我们必须要由包括朱立伦、包括柯主席、包括侯友宜，我们在内，我们尽快的坐下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第一个从组合到共同的目标，我们尽快的来定案。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嘛，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嘛，尽快3个人坐下来谈嘛，只要是一个公平的、公开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。 那当然，我们就既然要合作，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。传出郭文哲离高先甲过大面见面，郭文哲无否认，在一处表示要团结一切会当团结的力量。侯友宜也强调，总统这一局袂无出席。我在这一局的总统以及政党轮替，我不会缺席。 侯友宜出席观光业者参述，讲观光政见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放零禁团零。颠倒是民进党看南北政党协商，赖清德兼办总干事潘平安讲，南北联姻变作是潘戏团平，那因为理念这部分配，那不是就是权力分赃。我想国人已经看了这个很不耐烦的，把这种权力的分配作为彼此政党合作的基础，那未来是国家的灾难。所以我个人看这一场。 蓝白联姻会是一场政治的仙人跳。未来总统敢是去国会进行国情报告，潘平安表示，赖清德是无摆脱国情报告，也毋过敢要进行一对一询答，是尊重国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